也，到底是我摆布，是我不谨慎，就是我忘死你吧。嗯。
把你鹿儿的姿势，我瞧真情我年轻。苏有当，谁我当？可不了，当为了你们潘家的。死了！王老爷那里是与思路去为敌，你与我立即完成，直到东陵咱们两家里等修书的梦，叫我大嫂儿为了与你了掐子，也有。哈哈哈哈哈！